食黃精嘅副作用嚟啦。燕姐幾廿歲人食黃精已經有一段嘅時間啦，食咗咁耐先知道黃精係一個被好多人低估嘅好嘢。點解適合咁多人呢？古人話一味黃精養三臟，佢可以通調我哋嘅豬皮仔、豬肺仔、豬腎仔。喺上面呢，益肺氣、養肺陰；喺中間呢，健脾氣、養脾陰；喺下邊補腎氣、養腎陰。好適合平時工作得好夜，一補就火火嘅人。從依家開始又到咗食黃精嘅好季節啦，從立夏到三伏係全年至啱食黃精嘅105日。但係黃精呢4種食法，95%嘅人啊，佢都唔知道嘅。黃精係個寶，但係你識得搭配呢，佢先係真嘅好。今日呢，我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用嚟看門口嘅4個黃精搭配，春夏秋冬全部都有。春天呢，就黃精、陳皮、杞子；夏天呢，黃精、西洋參、麥冬。天一慶嘅時候呢，好似沖涼咁樣，可以試一下㗎。秋天嘅時候呢，黃精、玉竹、百合。秋燥嘅時候呢，就要多飲津液水啦。冬天黃精、當歸、黃芪呢啲看門口嘅搭配，如果你哋需要嘅話，就收藏起嚟啦。